本集內容：提高定義或縮窄定義。定義係提高嘅時候，就會涵蓋較少例子，亦即縮窄定義。如果定義係降低嘅時候，就會涵蓋較多例子，亦即擴闊定義。而定義嘅改變，往往會造成誤導。較低嘅定義，例如車嘅定義，可以包含單車、房車、貨車。較高嘅定，例如汽車嘅定義，就只係包含房車、貨車。更高嘅定義，例如重型汽車嘅定義，就只係包含貨車。例子一，痛啊！痛！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我嚟保釋你，已經係仁至義盡噶啦。幫下口啦你。其實佢都唔係好難到嘅啫。嗱，36跑馬，2、4、5跑9，每日打16圈麻雀，每個禮拜過3次澳門啫嘛。佢發燒發到105度嗰日係1毫子都唔到咯。使唔使頒個獎狀俾佢啊？片段裏面，男子為解釋朋友唔爛賭就話，佢賭馬、賭狗、打麻雀，去澳門賭場發高燒而唔去賭，唔算爛賭。咁即係將好多賭博行為亦唔算做爛賭，係將爛賭嘅定義提高而造成誤導。例子2，傻仔嚟嘅，我幾時有同你計較過啫？你見我淨係打到你爆晒光，就知我冇嬲過啦。你唔攞我命都算俾面我噶啦，多謝晒，多謝晒。錫住你噶嘛？嗱，抵請飲茶啦啩呢鑊。片段裏面，男子認為將人打到流血都唔算係嬲，咁即係將一般唔抽唔睬、破口大罵，亦唔算係嬲，要近乎打死人先至算係嬲，即係將嬲嘅定義提高，俾人有冇嬲嘅錯覺，而造成誤導。最後總結，提高定義或縮窄定義，係縮窄字詞嘅涵蓋範圍，而造成誤導。相關嘅議題，我哋會喺將來嘅集數再加以討論。拜拜。